拨钱。什么是送我拨钱？你笨，你给我拿手机。姐夫，你干嘛？我说爆米花，你信吗？我给你买的项链。喂，村长，我就是过来闻一下这种药，来补充一下身体营养。你也知道我的家里情况了，天天都吃欢食、豆芽、豆角、白菜，不是过年过节的话，根本上都见不到这种肉。就想补充一下自己的营养。拿去吧，我明天再买个。不用了，村长，不用了吧？村长，谢谢村长，村长你人太好了。谢谢，人太好了，人太好了。啊！骂什么？骂什么？骂死我！吓死我呀！哎，杀死我！小姨子，玩啥呢？操！操！操！哎，小姨子干嘛去吧？喂，你干嘛去吧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今天不弄死你！回去！操！回去！回去！哎呦我！有意思吗？啊，无聊不啊？一天呢，能，哎呀妈，带上，带上，带上！哎呀妈，太吓人了！你带上吧，咋的真的？哎呀妈，带上！哎呀妈，哎呀我天！哎呀！凤阳，你别以为我张嘴就天天吃鸡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！看我今天打你，我散了！算了算了，撒手！滚！滚！滚！小帅，还没修好呀？坏了，不是拉闸了吗？这咋刹车了这是？有毛病是吧？小姨子，啊，干啥？把人做坏了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做。咋可能做坏呢？我操你妈！
小姨子啊，看电视了？听说干啥呀？看你刚俺起火。姐夫，我操干嘛？小鱼子，你借的钱丢了，我都不敢借。你去，来，走。你我的呀！